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 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個德國品牌 Lilienthal Berlin， 簡稱係 LB。呢個品牌由設計到製造都係由德國嘅柏林團隊操刀，而且仲係搭載咗瑞士 Sellita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走時夠晒精準可靠。錶面亦都打有德國製造，手錶直徑係42mm， 錶面6時位做咗個日曆，採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而佢嘅時針同埋分針呢都有瑞士級數嘅 Super Luminova 夜光，再配埋呢條做咗同一色系嘅316不鏽鋼網帶。夠晒貼手又唔會生鏽，仲有快拆嘅設計，換帶超級方便。而錶背亦都做咗個玻璃設計，可以欣賞到機芯嘅運行。呢隻 Lilienthal Berlin 集瑞士工藝同埋德國設計於一身，官網定價係9900蚊，而家我哋做緊5折清倉價，折咗只需要4950蚊。有興趣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